师各位兄姐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要来读加略太书2章11节到21节，要做伙来思想一个真重要的题目，因为信基督来活。伫加略太书第2章11节到21节中间，有一个真趣味的画面。你敢会当想象，保罗竟然公开指责彼得？彼得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呢？哪会安尼？是因为彼得的行为甲伊所信福音无相款所致。这嘛提醒咱，基督徒毋若嘴里相信，而且阁爱伫生活中实践。所以今仔日咱要来看卖，啥物叫做因为信基督来活。2章11节到14节，彼得来到安提阿的时，我当面甲伊反对，因为伊有通责备的所在。原来有一寡对雅各遐来的人还未到以前，彼得有甲外邦人的兄弟做伙食饭。毋过遐个人到以后，伊煞闪避外邦人信徒，毋敢阁甲因做伙，因为惊遐个主张外邦人着受割礼的人。其他犹太人信徒嘛亲像彼得做迄款虚假的代志，连巴拿巴嘛受影响去做同款无原则的代志。14节，我一个看到因无照福音的真理咧做，就伫众人的面前对彼得讲：虽然你是犹太人，毋过无照犹太人手法，却亲像外邦人咧生活。你哪会通强迫外邦人着学犹太人生活？以上，彼得原本咧安提阿参外邦信徒做伙食饭，这无问题。毋过当一寡为雅各遐来的人到伊的时，彼得煞求退，毋敢阁甲外邦人做伙食。哪安尼？因为伊惊遐个犹太人安怎看伊。这看起来都无啥物货，不过保罗感觉这真严重，因为这会使是传达出一个信息，敢若外邦人要信耶稣进前，爱阁先遵守犹太的律法，才算合格。各位兄姐，这毋若是彼得的问题，其实也是咱所当着的问题。咱讲为信受称作义人，毋过有时阵也是惯势互行为来斟酌考虑家己，也是别人。过来，咱嘛凡说因为惊别人的眼光，就甲咱的信仰囥一边。那安尼，这是毋是甲彼得相共呢？15节到16节。咱本身出世就是犹太人，毋是外邦罪人。不过，咱知人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是靠信耶稣基督，毋是靠遵守摩西的律法。咱家己嘛信基督耶稣，是要互咱对信基督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毋是靠遵守律法，因为无人会当靠遵守律法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保罗伫遮讲甲真清楚，人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是靠信基督耶稣，毋是靠遵守摩西的律法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，毋是我靠行律法，嘛毋是我靠家己的骨力拍拼，是独独信靠耶稣基督，咱咧上帝的面头前才算称作义。称作义是上帝白白恩典，毋是咱的功劳，咱的熬。这带来两个自由。第一个，我毋免阁靠表现来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伊已经接纳我。第二个，我嘛无需要透过比拼来提高家己，因为所有的人拢是因为信来得到救，无人会当夸口。换一句话来讲，
咱毋是考试诶时交白卷，互别人判入格，反倒是耶稣基督替咱考100分，而且甲成绩算伫咱诶头壳顶，这就是福音。17节到20节，咱若想要对我靠基督甲上帝有合宜诶关系，抑搁互人看做是罪人，安尼基督是做诶册用是无？绝对毋是。我若搁去做我以前所拆毁诶，就证明我是违背律法诶人。因为照律法，我已经死伫律法下，是要互我上帝来活。我已经甲基督同等十字架。安尼，现在伫活诶毋是我，是基督伫我诶内面咧活。我现在咧活，是靠信上帝诶囝咧活。伊听我，为着我放杀性命。以上，保罗毋若讲对信受称作义人，伊嘛讲因为信基督来活。伊安怎来形容诶？伊讲我已经甲基督同等十字架。安尼，现在咧活诶毋是我，是基督伫我诶内面咧活。这又阁是啥物意思？伊是讲，第一个，旧诶我想要靠家己拍拼，要靠律法称义诶迄个人已经翘去啊。第二，即摆诶我是一个甲基督结合诶新诶生命。这个新诶生命有3个特点：第一，无搁以家己做中心，是以基督做中心；第二，无搁靠家己诶才调气力，反倒是靠基督加添互咱诶气力；第三，无搁爱得到人诶欢喜，是独独要互上帝欢喜。所以，咱基督徒诶生活是一个不断咧选择互基督伫我内面活出来诶生活。最后21节，我无互上帝恩典失去效力。人若靠律法会当甲上帝有合宜诶关系，基督死就无采工。以上，保罗最后讲，人若靠律法会当甲上帝有合宜诶关系，基督死就无采工。咱若要想要靠家己诶好行达来得到救，安尼耶稣基督诶十字架就等于白白讨济去啊。毋过咱感谢上帝，咱今仔日所建立诶根基，毋是行达，是恩典，毋是靠律法，是倚靠十字架。各位仔姐，因为信基督来活，毋若是口号，嘛是咱逐日诶选择。当咱感觉压力大，感觉家己无够好，也是搁转去到表现主义诶坎坷时，互咱搁一遍转来到十字架诶面头前，宣告讲：现在咧活诶毋是我，是基督伫我诶内面咧活。愿咱拢会当因为信耶稣基督来活，经历正确诶自由、合一、甲新诶生命。咱三甲来祈祷，听咱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，互阮得到正确诶自由甲恩典。你诶话提醒阮，人会当甲上帝有合宜诶关系，是靠信耶稣基督，毋是靠遵守摩西诶律法。主啊，阮承认家己诶软弱，时常为着要互人欢喜来求替，失去福音诶真理。恳求你赦免阮，互阮重新转来到信心诶根基。主上帝，阮知，若靠家己诶行达，无人会当伫你诶面前称作义。感谢你诶听，互阮会当对神来称作义人，无搁互律法压制。愿阮拢会当讲，现在咧活诶毋是我，是基督伫我诶内面咧活。恳求圣神帮助阮，伫生活中活出信心甲爱心，互阮无白白受你诶恩典，反倒是会当勇敢来见证基督。
愿阮逐日的生命拢显出你的稳定甲荣耀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